大家好，冬至過後，踏入農曆11月嘅24節氣，名為小寒，往往係一年中最冷嘅時期。道教強調順應自然，以養護身體，抵禦外邪。呢意味住我哋需要特別重視保暖同保健。喺呢個寒冷嘅季節，寒邪不斷侵襲人體，特別係心血管疾病患者，更要時刻保持警惕。寒冷嘅天氣會導致血管收縮、血壓上升，呢啲變化可提高中風風險。而小寒係精積元氣、增強體質嘅好時機。喺飲食方面，正係進補嘅好時機。大家可以選擇熱量較高嘅食物嚟補充能量，比如傳統嘅臘八粥，呢個唔單止美味充滿營養，仲能夠補益脾胃。同時，羊肉等溫暖嘅食材，亦都係冬季嘅佳選。不過，無論係食補定係藥補，都必須依據自己嘅體質，選擇最合適嘅滋補方法。此外，更可利用一啲養生茶飲嚟抵禦寒冷，比如生薑搭配紅棗煮成嘅暖飲，不僅能暖胃，仲能夠促進陽氣嘅回升。喺道教中，飲呢啲暖飲，仲能夠助於疏通經絡，促進氣血流通，讓身心更為舒暢。總之，小寒係一年中最冷嘅時期，做好保暖，注意飲食同適當運動，讓我哋喺呢個寒冷嘅季節中保持健康，迎接春天嘅到來。今集盧主持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我哋道遊心學嘅節目，結良緣辣福點讚，訂閱我哋嘅頻道。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